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月13，诗篇18篇20到24节。上主因为我正直报答我，因为我的所做清气报赏我。我遵守上主的道路，毋捌做歹离开我的上帝。伊所有的命令，我有遵守。伊的规例，我毋捌放散。我伫伊的面前无通指责。我保守家己离开罪恶，因为我正直，上主报赏我。伫伊的目睭前，我的所做清气。诗篇的作者向上主祈求，因为伊所行的正直来报赏伊，也伫伊所做顶头清气来报答伊。伫咱遵守上主的道路，毋捌做歹来离开咱的上帝时，就要因为咱的所行是正直，咱的主也伫靠要来报赏咱，因为咱若伫伊的目睭前所做是清气，是正直，咱的主的确无亏待咱，会将百般的恩典甲福气来赏赐咱。愿主帮助咱，伫每一天的所行所做，拢下伫主的心意，无离开伊的路。耶稣听你，赐你